正常。就以前存过来吼，但是嘛，拄啊好第一班，吼，这个咱的迄个叫做专精的第一班吼。那么因暗听咱虽然是在分享这个营养品吼，或许是有一个感觉啦吼，咱我家会感谢啦，因为电费就亲像咱较拄啊，定来说伊讲即个啥物绿做甲即个迄个新规回答的即个，我是第一句是或许本来的想法，就是讲啊，咱的心啊，不是拢是清净的，啊若安尼咱所做出来、行出来，因为非就是已经有行持有做出来，啊若安尼你依着清净心啊。啊，做出来当然是圆满的代志，但是就是有智慧的啊，啊有智慧做出来是毋是迄代志就会变成叫做圆满的啊？哦，所以呢，第一点，咱我是无咧读经典的啦，他就讲吼，因为过去或许没有在背经典，但是看到点人说伊经多过即个人有做甲伊回答的，我讲安尼多条科学所想的是。一种呢，如果你的心本来就很清净，啊，就足定心的，人讲就有定力，啊，足清净的，无有足烦扰的，互你的心会当足起伏，你起落足大。那安尼就是长持伫即个清净的内底，自然你清净的心点炼出来，你做出来一定是有哈的啊，就不会偏了，因为即个时阵是智慧的显现。毋是色心作用，这是或许第一步的体会啦啊，第二步伊讲以经上无心，会中而有定啊。或许是咧家己想讲，因为若是以即个话安尼家己看起来，咱我会当去家己体会讲，咱的心无静是毋是就是去拄着境？咱若有去拄着境的时阵，人讲绿因去触着绿因，引起咱的心安怎有起伏嘛，有波浪嘛，敢是安尼。如果你若是去拄着即个境，你的心无去家己境，若安尼你的心是毋是换境的？我是伫定中啊，因为你阁无去家己境，你才会去起伏。就亲像我咧想讲，咱互我去麻豆市啊，人咧拍卖，人咧拍卖。来啦，万基大拍卖啦，这安怎样啦？咧跳楼大拍卖，我的心都无去互伊牵对仔去的时阵，我敢会去叫伊钱箍要通来拍卖？敢会袂？所以这个是或许自己的体会啦。因为你的境，你都无即个境的时阵你的境都无生即个心，就是表示你去，人讲你去触着绿林，你没有随着它起伏，你所做出来的。当然就会符合，就会符合安怎？你所做出来就是伫即个定中，因为有符合，这是第二步。那么呢，咱较拄啊，即个啥，咱迄个经理有咧讲着咧金的啦，金花大中秋节啦，互咱呢有记即咱的有经内底，本内底有讲一句话讲，以金做气。气气皆金，以金来做这个工具，器具就对啦。这金啊，拍做花大，拍做冰浆，拍做手指，拍做手链啊。以金做器，就是做所有的工具。但是呢，伊气气皆金，所以呢，伊甲咱讲啥呢？甲咱讲，对这个外表、这个相来看，伊是不一样的。即卡是金手指。这它是金块呢，伫这个外形来看，它是不一，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对实体上去看，对实体上去看，它是不二，不一不二。对相，这个相看起来是不一，无相共啊。但是呢，对这个体相来看，伊若甲娘娘的，敢是拢黄金？娘娘的敢是拢金啊？所以就是咧来讲，有一些
是拢表象。所以这嘛是咧甲咱讲啊，哪像咱真呢？以向上看不一，就真像天道了对不对啦？生出来你查甫的啊，阮查某的安尼，而且向上看不一样。但是实质上若要搁甲看起不二，你的灵性甲阮的灵性是安怎？人迄菩萨因的点现出来，有当时啊会画人像，有当时啊会呈现是面相，因为伊的灵性、伊的自性物拢总相共的。只是来的时阵去抓着动物的脚，还是抓着查甫的脚，抓着昆道的脚尔。所以从这个体来看，它是不二，所以才叫做不二观。所以咱进，咱大早起和谐心团的时阵，咱大家有甲因讲，或许很期望，为什么？因为伫过去互学咧拼经济，互学完全对经典都没有在背，嘛无深入，所以若要叫互我讲经典互学真的是一窍不通。即回叫做单的是互学第一次来参与经典的研究，但是或许为着咧追上，就是或许家己去体悟，我会去找一款物件来印证，来去做评估，做家己的物件。因为咱互我较拄看着咱。曾经电老师甲咱讲魔，这个魔呢，咱甲伊看是啥？我的心你来家己时时刻刻家己去看你的这个主心嘛，所以呢，你这个心呢，人讲这个心是上可贵的，唔通陪变为翘高啊身体。所以万项代志咧做的时阵，拢是啥？拢爱是依序不对。以事处理事情是上解单纯的。逐项代志，咱六祖慧能大师甲咱讲，有我做即心。如果即个我若甲伊藏落去代志本来是出单纯的，就会安怎？因为有即个我，就有即个啥利益、权利种种，即个色心在用事。若安尼，就会安怎？就会引起安怎？毋是真正咧处理代志。就会变成乱了就会变成更多事。所以呢，咱就做慧能大师嘛，甲咱讲要进入这个觉的法门讲有4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爱安怎开示悟入，因为是安怎？我要搁摕咧讲，有一个咱的同修甲互我讲2解，伊讲咱咧道理去袂捌拄遮尔济当拢听的人拢嘛知，敢会当带这较资深的人，互伊进入安怎对心性的问题去？若无，逐个拢咧讲这顺理的代志，拢无进入心性，就这样告诉我者，甲互我讲2解。互我心肝来想讲，对这老师人咧规矩为办这讲师，甲咱讲遮尔济道理，所以互我才会去找。即回新传版才会用开示悟入，咱就做慧能大师所讲的，要进入觉的4个法门。头安呢，开示就是由外来的，人互伊的来去讲，还是文字经典，这是拢外来，这是一个助缘。但是你得到遮尔济助缘了后，你敢有法度通甲进入去悟嘛？你若无家己真心家己体悟，你是无法度通要入这个心性里面。所以伊若甲咱讲开示悟入，这2个就是外来的。这要进到遮，是靠你家己无法度必须是伫你家己的心里啦。所以或许最近这段时间虽然你是重眼睛，但是拄着代志，或许会去再去绕一圈，搁家己去体会。迄像咱目前有做迄本百年心经，伊第3篇有讲一句话，讲安怎？修养亲像咧乌井，我请问咱慈简的代表，伊讲乌井是安怎？迄个较会乌无泉水，有的人乌有泉水，有的乌无泉水，袂讲因为伊乌无够深，但是这有2个意思。互我
受讲，伊第一就是讲修行亲像咧保证，不要随意中途放弃。这是咱有法界体会啊，毋通中途放弃。如果若中途放弃的时阵会安怎？有当时啊，凡事都落一底啊尔，结果你的智慧前面就无开发出来，你就甲放弃掉。道这条路毋好，我听遮尔济道理，读遮尔济经典，也无得到啥物，你容易放弃了。但是另外一种，你若搁甲体会倒转，修行内道毋是咧看啥，看年资啦。你个年资足久，你若拢毋甲深入入去，你若拢毋去甲体悟，毋去做改变，到要依着自身讲我是自身的安尼根本就无成长啊！若人有成长的，人有魔入的，人凡事都乌无当，就看着泉水，智慧前面人就出来啊！你无成就的时阵，你乌到长，你嘛乌无泉水人出来啊！为什么？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去体悟。互咱知影讲，每一个人拢有咱的自性，但是这个自性既然是亲像一座的宝藏金矿，互我是安尼解释，这个自性呢，就亲像一座的宝藏，咱拢会晓讲咱来安怎轮回6万多年啊！这个宝藏若无开发，永远安怎？你的自性个，咱拢会讲看甲安尼乌麻麻去啊，拢乌云大雾啊！如果咱若无去开发，无去家己整理，因为上机器的人就会当像六祖顿悟，伊就是改变。若中下机器的，伊就爱重新受安尼去时时勤付出。但是伫咧时时勤付出的时阵，嘛是爱家己体悟。所以如果对于即座宝藏的金矿，如果咱若是无家己开发，若搁千年万载，咱的自性嘛是搁安尼尔。你互你目睭闭落，你的灵性倒转去，你敢有较公平？你的自性根本无公平的，因为咱的自性是一股的能量。我们的自性是一股的能量，所以科学家咧讲，甲咱讲啥？能量不灭定律。所以呢，这一股的能量，如果咱若是一个善念起，是这个能量是正向的，伫这个宇宙这个天空，有彩色的能量，有灰暗的能量。你若是发端出的是正能量，伊就是去调节啥？调节正能量的结合。你若发出的是无好的念头，伊就是去调节灰色、黑暗这去结合。所以是安怎？有专家来摕仪器来台湾甲咱测，讲咱台湾的能量上空是调的能量是最强的。咱来当体会着这点，因为咱拢知影嘛，台湾安怎食素的、信宗教的，逐项拢太济。若安尼，尤其是这段疫情，大家搁更加会当同心。你敢知？大家拢会当发端出的这个善念出来。难怪我们的上空的能量几乎是盖着一层彩色的，这就是咧甲咱保护。因为我去家己看讲，有一寡星球，其实也都有住足侪人，毋是干咱这个地球有住大人的，其他的星球也都是有住人啊。但是呢，迄星球若是有修行的人去，他的灵力，咱讲啥？我是这个灵力伊就会真强。如果这个星球若是没有修行的人没有带动一群修行者伊的能力灵力是足暗淡，是足暗淡的所以在这个宇宙的星球有很多拢总是安怎，拢总是有带来。所以是安怎人现在咧讲咧移民对火星，其实有很多星球都是有住的，是咱无去到遐咱毋知影。不知道而已。所以修行是啥？有当时讲这人修为真好，但是互我来听修为真好，有当时咱看到是表面。我们要的是他会当除了修为好，搁对道会当体悟搁愈深。安尼就是亲像咱看讲，伊有定的时阵体悟愈深，那安尼伊做出来才是真正有位啊。
所以呢，这也就是讲，它是要咱化学体育就是讲，其实定位，你若会当应用得很好的，不是先有什么，唔是讲先有定到有位，因为你咧做惯势啊，你著一定思维著拢是偏安怎是安尼咧行，所以你自然你做出来拢是海的，拢是圆满，就亲像咱真正逐个拢穿到遮尔济尔。你敢会搁走去拍表演甲看看？我我袂使食肉呢。你敢会搁安尼？袂嘛，已经都自然，所以你自然做出来就会变安尼啊。因为咱的定就是要先调整控制咱家己的心，初期就是安尼。但是咱一旦拢行过来，就已经成自然啊。像恁即拢去了访亲。时间到，恁就知影人要去访亲啊。去的时阵就是要鼓励哦。恁敢会去的时阵，佮问讲，咱今仔日来是要甲鼓励啥？足自然，人讲话讲见机，见机看要讲啥，咱就会当互相来鼓励。这个就是已经成为自然了。自然是什么？自然就是道。自然就是道。因为咱，我还是感受讲，其实在这一条修行的道路。无体无理，拢总是别人的啊。咱听足侪无毋对，但是都是别人的东西，没有一项是我们的。要有对一项是咱的，就是你有吸收到，你有体悟，你有改变。上重要就是讲，你有改变。你若无改变你听对你的所作所为，你还是安怎坚持你家己的意思，那这样就不符合。这个我们修行的道德的啦，因为咱咧提倡是高道德标准，我们不是要以这个一切讲以一个平台，我得后要做到安怎样，以这个平台为准，这样有时候是无下，不符合啦，歹势啦，或是是还蛮讲啦，但是咱就感觉讲这是满是大家共鸣啦。或是讲一点上重要，就是讲虽然一天，甲咱讲会当甲咱保证有福德，拢会当等于到伊的净土，但是或许是很想说，咱若会当最起码伫即世，一定爱修到安怎入初果啦，迄个须陀洹。因为你若入初果的话啦你若迄个正德位不退转，初果就是安怎？伊已经化了四相，无我上真相，众生上寿者相，伊已经破了这四相。你就是叫做啥入流。请问咱个上流人士上流的人士，是咧像无啥？像无遐气用甲生活水准拢足悬的人，社会甲伊称为上流人士啊。但是咱修养学的，或许真的很渴望，也很希望，讲大家拢最起码拢爱入流。入流就是入了安怎圣贤之门，因为只要你入流就可以证得位不退转。即使以后搁来，毋是搁以后搁来，你拢袂去对着三恶道，你就不会再落入三恶道。因为或许去看一寡资料的时阵，有写到安怎呢？伊写到讲，如果咱若是即期亲像讲来讲咱倒转去无功德的时阵，当然咱会足紧搁倒来。但是呢，足紧搁落来的时阵，咱是应劫入世，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应劫入世，毋是生冤债啦。应劫入世的意思，也就是讲，伫咱的八识当中内底，搁有足济咱所种的啥物物件轮回经济。因为我们的执着，咱的八识当中就是经过第七识执着所过来，种伫种的物件。
所以种日种的物件吼，伫地底色内底，这拢轮回经济。如果咱若是无修的话，后摆落来是叫做应前入数。你爱搁落来处理你过去所种的因缘，爱搁处理到了。尼咱若是真有这个机缘，咱会当豆豆收，甲迄歹的物件拢甲伊根除，莫用有咧甲伊根除，搁甲伊阻挡，唔通搁互落来。安尼听有无？伫迄个到第六色，咱的迄个五色情五色咱你必实心，这条意，其实这一个平台吼，是要互咱应付咱生活用的尔。我们的生活需要眼睛，需要这器具啊，这工具啊，咱来看你必实心，这拢是一个工具尔，它没有对与错诶。会做了唔对伊，会做了歹去，是这个心去，这个心意，这个意念去甲伊指挥的啦。伊才会去做的呀，若无即个目睭本来就好诶，伊才会去做歹讲，人讲歹到歹到啥物就咧爱。其实他没有罪，咱若甲伊清楚讲，即五六根是要符合咱伫日常生活当中，通应付咱的生活的。因为咱的贪念太济，所以才会经过啥执着。执着的时阵执着会产生什么？咱的执念。执念过深，就是会产生魔障，就是影响咱修行学着的障碍。因此呢，经过这个第七识，我口仔拢甲伊讲，伊是一条桥。经过这个桥过来，伊这个大众识，就是第八意识。所留的这就是拢咱的执着的经济。后世人来是应节入数，这代志你无处理袂使啊。咱若是真有机会，通好自这豆豆仔来抽。佫会当有智慧甲伊讲到遐的平台，莫会佫执着的物件佫学入来，安尼敢清会了？会啊！所以后壁咱是生缘再来，生缘再来有资格通去经着你要去的修行家庭，因为你是要来佫来搭帮助的，你是要佫来救助兄弟姊妹，你是要佫更进一层楼的成就，所以你有资格通去选择家庭。若是应业入世。毋是啊，随着因缘而来。你对一业主意足重的，执意足深的，你就走对这一业去，这个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或许一点拢足以期盼，讲虽然咱大家拢知影讲，咱即世人求道，咱会当去到弥勒净土，的愿意，若无修爱，咱有修的话，咱就会当安怎？但是呢，我们有修，是真正有。对心身体的功夫，这个都是咱家己知影，无人知影所以或许才一直在鼓励说，最好最低限度都要达到这个入了圣贤之流，就是入了正德会不退转的。以后即使过来，你赶快有因缘，赶快去修行的，你袂对着三宝得去，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咧入迄个正德须陀洹初果，就是安怎画树上，无我上、人上、众生上是只树上就好啊。所以这个就较简单者，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安尼目前呢，还是迄个我们分享啊，讲到比较特殊，跟公行传。其实我是最近我是有一直在看一寡物件，但是不是说咱讲一直看经书内底，因为我要去找一些东西来配合着。原来人咧讲的这是安怎？伫咱有咧听过道理，我们更容易把它家己领悟呢。你若无听过道理的人，你看到迄个这。你一定看无伊咧讲啥，但是咱有咧讲着修行，咱有咧讲着这个道理你就更容易去怎么样去体悟到。所以呢，我昨看到伊讲啥？伊讲修为好，比不上对道的体悟更深啊。那偏偏一个修为好的，交一个对道的天魔亲呢，那这个对道的体悟深的。
这个的成就比他更高。但是最好对道的体悟更深，而且修为又更好。那这样就叫什么？现在牛流行的啦，这句话啊，都好像牛逼啊。说这个人真的是太牛了，就是咧讲这个人真正你安怎伊都拢有法度的，足厉害。你安怎来考，伊就开始安怎，伊就拢无法度人处理。有啥物代志拢，来到伊的手里，拢会当圆满解决。第一，伊修为好；第二，伊对道的体证、体悟清，所以伊知影要安怎去圆满。所以这个才叫做牛逼。咱若会当，做这个一个牛逼的人，安尼毋是做好。感谢啦，你们是主持人啊，或谁嘛，风家女仔，咱或谁有啦，再讨论好一个。要是。